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7，箴言3章26節安尼講：因為耶和華要做你所倚靠的，伊要保守你的腳，無陷落羅網。三甲來祈禱，做阮倚靠，保守阮的腳，無陷落羅網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避難所，是阮的困難，是阮患難中逐時的幫站。主啊，阮來到你的面前，懇求你做阮的盾牌，保護阮佇所拄着的困難甲挑戰中，有主你的引帶甲保護，通安寧經過每一個坎站，領受你同在的平安。主啊，當艱難壓迫阮的時，求你加添阮的困難，互阮通持守信心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疼來包圍阮，互阮無孤單。求你互阮通佇你的內面安穩自在。主啊，因為你要做阮所倚靠的，你要保守阮的腳，無陷落佇羅網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咱若專心倚靠伊，伊要保守咱的腳，無陷落羅網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